呢個位於千葉縣嘅 AEON Mall 喺正幕張風沙站，佢分為4部分，包括 Ikemi、Active、Pet 同埋 Grand Mall。一出車站就係呢個 Ikemi Mall， 隔離就係 JR 東日本幕張風沙酒店。酒店大堂有24小時咖啡提供，除咗揾到基本嘅牙膏、牙刷、拖鞋之外，仲有護膚用品，包括面膜。我哋間房嘅床下底仲揾到一張子母床，瞓多個小朋友呢都完全夠位。呢個 Ikemi Mall 裏面有一間好大嘅AEON超級市場，仲有無印。喺2023年成個商場翻新咗之後更加好行，而且交通仲好方便，可以喺東京站直接搭京葉線，半個鐘頭就可以嚟到呢個幕張風沙站啦。搭一個站就去到海濱幕張站，嗰度有三井幕張 Outlet。仲有機場巴士，半個鐘就可以去到成田機場。當然自己揸車嚟都非常之方便啦。佢呢度已經成為咗嚟東京玩2日1夜吃喝玩樂嘅新選擇。喺 Ikemi Mall 嘅頂樓有一個 food court 隔離就有個幾大嘅室內運動場，裡面可以揾到一啲 AR 同埋體能嘅遊戲。過咗一條天橋就可以去到其他嗰3個 mall。中間我哋仲見到一間好大嘅 Costco 添啊！我哋而家去咗 Active Mall 先，嗰度有好多唔同運動嘅裝備，仲有呢間 Drone School。呢個 Playhouse 好似都幾好玩喎，有得跳彈床，仲可以喺個波波池上面玩 Zipline。呢度當然唔少得有 Snow Peak 品牌嘅露營裝備賣啦。更加吸引嘅係喺 Active Mall 隔離有一個高卡場啊！呢個高卡場叫做 Harbour Circuit， 佢每日開到夜晚9點半。大家都會好專業咁要戴面罩之後再戴頭盔。佢嘅賽事有分為專俾大人或者係中童玩，每一節就6分鐘。大人賽事一次就2500 yen， 中童就2200 yen。玩完之後，我哋就經 Active Mall 再行返去 Pet Mall， 嗰度有好多寵物用品賣，仲有寵物沖涼嘅地方。最得意就係見到呢啲細狗仔啦，非常之活潑啊！有心買嘅朋友呢，店員就會拎呢啲狗出嚟俾你抱下，一隻都幾十萬日元啦。喺 Pet Mall 隔離就係 Grand Mall 啦，名副其實佢真係相當之大啊！有戲院同埋有間 Namco， 仲有小朋友好中意嘅專賣 Minecraft 紀念品嘅鋪頭，啱晒佢哋喺嗰度揀手信俾朋友仔啊！ Grand Mall 裏面都有唔少餐廳嘅選擇，嗰晚我哋就食咗呢一間韓國燒烤，呢碟韓牛拼盤都唔錯啊！離開嘅時候最方便就係搭一個站去海濱幕張，揾北出口就會見到去成田機場嘅 shuttle 㗎啦。